来，因为顶届就已经来，所以我感觉讲，咱的中会实在足有面子，处长认为绝对要来。马处长到了，我们大家欢迎他。还有文教中心吴主任，请大家拍手对上。多谢。北加州台湾长辈会的那个庄会长，还有这个我们这个San Jose台南姐妹市的林点魔林会长，还有台湾玉山神学院副院长秦牧师，还有这个嘉南台湾基督教会苏慧智苏牧师，以及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的这个林正元林会长。各位长辈，各位台湾乡亲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首先我要非常感谢这个张会长啊，就是每次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边亲自跟各位长辈啊那个问候。我们晓得就是这个北加州台湾长辈会啊，从这个1981年这个成立以来啊，这30多年来，每一年。都会办那个很多的像这个敬老重阳的这个大会，还有就是这个父亲节大会、母亲节大会，这些敬老的活动都一直在办理当中。那我们晓得就是在我们这个敬老尊贤是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个优美的传统。那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些长辈们，就是因为有你们的这些以前的这些为家庭的辛苦的这些付出跟贡献。才让我们这些晚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所以说今天就说这个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啊，来让我们的这些长辈们哈，就是能够有一个更精彩、更丰富的这个退休生活，实在是我们这些晚辈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在这边也要特别再次感谢这个北加州台湾长辈会的。这个庄会长还有长辈会的所有伙伴成员们，谢谢你们过去多年来的这个为长辈的这些努力和付出。那我在这边也再次这个恭祝在座的每一位长辈，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乐啊！谢谢。好，各位长辈，咱今仔日吼，就难得处长来家，那个。上面的高官因会带给咱福气，所以我今仔日特别要请伊来给咱颁3个奖。咱今日要颁什么奖？我一直感觉讲咱长辈会上会当骄傲、上会当夸口是啥？咱的年岁哪来哪悬？过来就是讲结婚周年嘛，哪来哪悬？所以咱今仔日有3个人吼，要拜到处长给咱颁奖。第一个人就是结婚60周年吼，咱请何启忠跟何春燕过来。吼，特别甲做一个相框，伊这是60周年，60周年照讲是钻石婚，所以咱甲送一个讲钻石恒永远，幸福永相随，咱用这个相框送给他哈。谢谢，来，这个，好，谢谢。这60年哦，60周年虽然是真遗憾，搁一个搁较遗憾，70周年吼，下人是70周年，王天福、张来健，我打电话时我讲，哦，这啥来了位拄啊何启忠是87岁，即摆70周年人是90岁，差3年过结婚。70周年，我讲哇，我去送你20岁就结婚，嘿，我20岁结婚，阮太太17岁，来，咱请伊出来，来，请来这，伊吼，因为母亲节伊无来吼，所以咱无办法照相，所以咱无办法相框送给他，所以我就准备一个洋酒哈，回家让他们好好品尝哈，来。
咱甲处长翕一个相片哈，好，嘿，无要紧，无要紧，无歹势，无歹势，来，我们只有杨姐上面，因为她没有照相，好。好，去整，来，这个是小礼物哈，这边当这啊，好，多谢多谢哈。啊，70周年哦，过了，咱希望将来有80周年。可惜即摆我的记录，当然有人可能有，不过伊开始行动不方便无来。不过我的记录内底，咱结婚上侪年是几年？73年吼。啊，咱普通拢咧做证书。这73年，我想要特别要讲，因为因两个即摆是95岁，因是两个是同年，搁同月生的，哇！这个翁仔某是足甜蜜，足甜蜜。所以咱特别要请徐邦安夫妻上来，好不好？这里是同年同月生哈，同年同月生啊。目前我知因身体拢足健康，啊，这个太太95岁。今天下午咱的娱星节目，伊要给咱高歌一曲，所以咱大家期待哈。多谢。那处长拢唔要甲咱评咱顾那个娱星节目，后摆你有机会请你过来哈。好，多谢多谢。啊，我即摆吼拄好有人甲我讲，好，谢谢谢谢哈。有人咧甲我讲吼，丽华你有问题，我讲什么问题？讲咱干村嘛要60周年吼，那真的有60周年的人举手，在那边，哇，那是陈密还是王密？陈密，啊，迄是你的错，毋是我的错，因为我打电话去恁兜吼，我大概会当约出来啥人差不多，结果你拢无甲我接电话，我留message嘛无接，好，我。欠你一个礼物，吼！今仔日是咧，啊，你嘛要甲处长照相的话，赶快过来。处长这一张相是爱几千块才会当翕的咧，吼！快进来。这对夫妻吼嘛足可爱，尤其迄个先生，大概看到我就摕我互我糖啊，伊拢早食糖啊。我想我可能真怕伊，我较甜一点，大概是吧。好来。因我们要甲做过50周年，敢毋是吼？咱要甲你做过50周年，啊，对，嘿，来，我们跟处长照个相，啊，我看你一个礼物，哈，好。谢谢，好，啊，咱即马甲迄个处长吼，利用煞，即马甲送倒转，伊要去迄边主持画展的开幕典礼哈。好，谢谢，好，等一下有空的话再过来嘛哈，随时可以过来好。怎么样？那边我还漏掉是吗？6哦，你们也是。可是我好像我的记录，冇给，好，欠两个，我欠3人，还你举手，这个是上尾仔机会吼。咱吼有60岁，还是讲70岁，你明年60周年，还是明年70周年，拢随时打电话给我，只要我还在长辈会，我一定帮你们做，好不好？啊，谢谢。